在北部，害我买啥物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胆无。雄雄倒一阵西北风，不知这阵伊地倒。风台的滋味虽然艰苦，不敢放开南雨，我甘愿等无。雨啊雨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卡车，喇叭声满过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不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靠来我靠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？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苦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奔波。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，我放你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赶路。莫甲来这套，讲你到底是啥物妖怪？你想空想胖要拐阮叔去恁兜创啥？你到底有啥物企图？我啥？你紧讲啊！那呢？我靠，那小朋友到底是安怎？师傅啊，我嘛唔知伊到底安怎呢。哦，大师兄你惨啊！一定是甲这个囡仔哦杀死啊！死袂滴，你讲袂讲？哼！高士囡仔，起来啊！高士囡仔，起来！大师兄，你安尼想超过啦！人都已经死啊，你搁甲伊踢哦？死袂滴啊！你叫伊骗去啊，伊是假死的啦！哦，哼！哇，你明明就已经死啊，你搁讲伊假死哦？师傅啊，师傅啊，大师兄拍死人啊！哎呦，高士囡仔，你甲起来，紧起来哦！若无我真正互你死！好，你还是在创啥？师傅啊，这个高士囡仔，你哎，大师兄，伊明明就已经死啊，你搁钱，我看根本就叫你杀死的啦！啊，哎呦，师傅啊，你互伊骗起来，伊明明就是假死的，这高士囡仔你要死，我规个师傅啊，大师兄毋是故意的啦，你莫去念啊啦。谁讲伊毋是故意的？师傅啊，迄大师兄早就看迄囡仔好无顺眼啊，伊是挑故意的。死袂滴啊！你还在那边给我煽风点火！那么，师傅啊，你别给我念啊啦，我斗袂掉啊，师傅！师傅啊，莫去念啊啦，师傅。吴静，恁大师兄这么残忍，你搁咧替伊求情？啊，我无啦，师傅啊，伊真正是假死的啦。那你若唔相信，我即摆就在证明给你看。好，你若会当随家救互我，我就相信你。你这个搞死囡仔，我看你偌搞假！落跑啊！我靠，啊人爱无去。师傅啊，伊落跑啊啦！师傅啊，你莫去互大师兄骗去啦！一定是伊哦用神通，把这个囡仔尸体变无去的啦。好，你这死不滴，你真正有够猪头的呢！刚讲你看袂出来，伊是用妖术变无去啊啦！真是的啊！我靠，你真是无骗我！哎呦，师傅啊，我敢就敢担当啦，有就有，无就无，骗你要创啥啦？嘿啦，师傅啊，我嘛感觉这个囡仔哦来得怪怪的，应该大师兄无骗你才对啦。好啦，我就暂时相信你，希望你真正无骗我。大勇啊，你倒来啊？大勇啊，
你毋是讲要去买人参果，买有无哈？所有的人参果，拢当去5庄关啦，根本就买袂着。啊，大王啊！你毋是讲要办迄中心不老宴，你请老大王甲娘娘等来食团圆饭啊！搭一声吼，你买无人参果，安尼中心不老宴毋就免办啦。虽然哦，我买袂着人参果，不过有一个人伊有食着人参果，只要食着伊的肉，同款会当中心不老。所以哦，我打算讲要将伊抓回来，办中心不老的。真实的哦，嗨大王，搭一谁人去食着人参果？是一个哦，去西方出境的和尚，叫做东山庄。东山庄。大王啊，安尼你赶紧哦去甲抓起来啊！伊身躯边有保镖呢，伊叫做齐天大圣啦，当作有遐尔好掠。大王啊，即摆是要安怎啦？是破的，害我差一点就老。我若无甲你变做倒头栽哦，你就唔知我要害你的。阿东、阿西，在。色单。是。这里，进来进来进来。师傅啊，小等一下啦！师傅啊，真忝嘞，休困一下吼。死肥你啊！你摕遮尔大箱啊，当然嘛足重的啊，你不要甲单调哟。大孙啊，这内面拢金条呢，哪能单调啦？嘿啊，你这个死肥条，你真正有我讲的啦。这箱金仔哦是妖怪，人哦早晚来摕倒转去啊，你安尼哦是假拖的啦。大孙啊，迄无定定哦，迄个囡仔真正是去互你害死的呢。这金条哦已经无主人啊呢。好你。红孩儿，红孩儿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咱借问者，你唔知有看到我迄个宝贝仔金孙红孩儿无？红孩儿，施主啊，你是要找你的孙仔红孩儿哦？是啦，就我迄个宝贝仔金孙哦，摸一手的金条哦，讲要去买什么人参果啦。买到即摆拢还袂转来，我毋知急到吼，赶紧出来甲找。师傅啊，师傅，来，师傅啊，即马惨啊啦！伊吼，就是去互大孙仔拍死个囡仔阿公呢，伊哦即马要来找伊个孙仔呢。悟空，安娜，这件代志哦，交我啦。你这个妖怪，你真正好大胆哦！竟然敢一只变鬼变怪，看我来！哪安尼啊？悟空，你哪会用将人拍死？师傅啊，你看得清楚，伊唔是人，伊是妖怪变的啦。哪会安尼啦？师傅啊，这是拄则走去的妖怪变出来甲咱戏人的啦，伊唔是真正的人。阿弥陀佛。大不滴，大孙仔，你咱若无得罪妖怪，是安怎伊要甲咱戏人呢？哎呦，这我哪会知啦？你唔知？你是哦杀人袂巧，惊师傅哦甲你处罚，所以你就阿白死的变做一个佚佗物啊，对无？我杀人袂巧，好呀，你这是死鬼子！师傅啊，你看，大孙仔哦要杀我袂巧呢。悟空，师傅啊，你莫甲我动啦，这只死鬼子哦，专门咧甲我作对啊，我好甲伊修理一下。悟空，我甲讲的是毋是真实的？你拍死的是真正的人？无啦，师傅，我拍的真正是一个玩具啦。这。我就唔相信，你这个也个歹。阿师傅，出来！
哎呀，师傅啊，伊只不过是一个妖怪变的玩具尔，你甲伊掠遐济金要创啥啦？伊虽然是一个妖怪，叫你拍死嘛是真可怜，为师替念经超度嘛是应该啊。哎呀，真被你打败了。老的啊，阿孙的啊，老的啊，阿孙的啊，你是走去倒位啦？阿弥陀佛。借问一下吼，拄则你唔知有看到一个老阿伯啊，对遮经过无哈？施主啊，你讲的迄个老阿伯是毋是头壳绑一个布条啊，身躯穿粗布衫？对啦对啦，迄个是阮老的啦。所以唔知影吼，我有一个孙，叫做红孩儿啦，将一箱的金元宝出去，讲要去买一粒人参果，转来互阮两个老的食，食互终身不老啦。唉，一去吼，怎无回头啦？啊，阮老的就讲要出去找伊啊，啊哪会知影吼，嘛怎无倒转来？我唔知出来找因。好啊，你真好大胆！大叔呀，你是不是搁要甲人当做妖怪，唔要甲拍死哈？伊本来都是妖怪变的。我大叔呀，老三，你安尼是创啥哈？大叔呀，你若要甲拍死哦，你嘛等师傅甲伊问我清楚再拍。妖怪就是妖怪，有啥物好问的啦？你甲我闪！大叔兄，你为什么唔敢互师傅问我清楚？你是不是搁要杀人灭口？我你拍死个老阿公的时阵哦，我就怀疑你啊啦。即马人哦，老阿嬷嘛来安尼，你是不是搁要将人拍死？然后搁再变一个佚佗命来骗师傅？我哈！你拍死阮人哦！我甲你拼！哎呀，你莫跟我来这套啊！啊！哎呀，你莫跟我来这套啊！师傅啊，你看，大叔兄佮变一个佚佗命来甲你骗啊咧！悟空，你师傅，我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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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师傅，莫跟我念啊！大叔呀，师傅，我安尼做是为着保护你呢，哪会安尼对待我啊？你莫叫我无像你这种这么爱杀人的徒弟啦！师傅，你莫阁叫我师父，咱师徒的情分哦，就到这为止啦。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啊，你走，我无要阁看到你啦。师傅，发觉，阮师傅讲的话你听无心啊！你已经叫阮师傅哦开除了，莫搁在这高高远啊！好，走就走，后摆你若拄到妖怪，莫过来找我。大叔呀，大叔呀！先讲啊啦，先讲啊啦，大王的吼，伊这死不狗，总算互东山庄甲赶走啊啦！真是嘞，叫啊！阿德公，阿三宝，在来念东山庄准备班，忠心不赖。是。哎呦，喂，二叔呀，小休困一下啦。哇，你拄则是叫我啥哈？二叔呀啦。二师兄，唔对啊呢！迄只拍狗已经互师傅三振出局了呢，我吼已经升级了。你的意思你是想讲，你要做大叔兄就对啦。答对了。大叔兄，嘿，你要做大叔兄，你嘛爱想看你为了宰掉无？
你讲的什么话？迄只破狗，迄两部漆哦，有啥物了不起？我的功夫哦，是平大顶出来呢。啊那无吼，3、5妖怪，我是无囥伫眼内呢。嘿嘿，好听好听，三房两厅。对不对？贵啊，贵！小朋友，你不是已经死啊？免来去吃啊？戆花想，你去我骗去，你还阁唔知影？阿弥陀佛，囡仔人免来遐讲白贼话咧。哼，卡叔讲我若无讲白贼话，你哪会将阮只破狗给赶走？小朋友，你哪会用咧骗我赶走悟空？唉，你是个头壳歹去呢，连这尔简单的代志你也想无？煞唔知我要掠你，卡叔讲你若无将阮只破狗赶走，我是要安怎掠你啊？掠我？小朋友啊！阮师傅较早就答应讲要甲你迄恁兜佚佗啊！你若母一出遮尔大出来，就去恁兜啦！嘿嘿，你讲的什么笑话啊？困懵困哦，卖迷茫啦！什么要招伊对阮兜佚佗，根本哦，就是要掠伊倒来拆食萝卜的啦！搞我拆食萝卜哦！小朋友，反正甲你也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搞我拆食萝卜？买怪，怪你想好去啦！你食着人参果，我买无人参果，只好食你来拄上。人参果？阿弥陀佛，平常根本就无食人参果。你莫当我假啦！阿大公，阿师傅，在中东山中，你拉出去。是。大师啊！我伫遮啦。哪有这款的大师兄啊？停！来人啊！将东山中拖去后面关起来，准备办中心不落。是。阿大公，阿师傅，准备塞贴吧，去我的弟弟甲妈咪，请因听来食中心不落呢。是。嘿嘿。拜请，乖妈紧来，互我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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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师兄啊，你咧请开半步久，到底是请我请无啦？有啦，搁等者，乖妈随我请来啊！拜请，大师兄，等你请着的时候，师傅已经变骨头虎啊！你莫吵啦！拜请，乖妈紧来，互我请。哎呦，打你嘛较拜托者，老伙踮遮困中昼，打你也莫踮遮吵好无？妖怪，你搁想要来甲我创治啊吼？啥？是恁咧甲我创治呢？哪会变做我甲恁创治啊哈？老伯，请问一下，你是什么人啊？来向阳湾土较文气啊哈？我是本地土地公。土地公？I'm sorry。大师兄，你是咧创啥？你唔是我请关林妈来，关林妈请无来，你请土地公来创啥啦？我是请乖妈，唔请你啊！你走出来斗什么斗阵哈？啥？你当做我真爱出来的哈？你踮遮咧摇巴叉，我是出来抗议的哈！你甲我抗议，阮师地理管区叫人掠去，我要甲啥抗议啊？互人掠去，关我啥地带哈？哪会跟我无地带？你是本地的土地呢，这是你的管区。阮师地理管区叫妖怪掠去，你当然爱负责办案，将阮师找倒来刑问啊！啥？叫妖怪掠去？无非叫圣诞掠去。像树木。
常常歹。今夜的梦只有在明日的路走出未来。你的情深藏心内，无论海角也天涯。希望咱的情在花花世界，永远是阮最爱。乡乡路一阵西北风，害我要闪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哥哥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等无。乡乡的一阵西北风，不知这阵伊在倒。等待的滋味虽然艰苦，不敢放开淡雨，我甘愿等无。好啊好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踏车，喇叭声满过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毋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靠的我靠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苦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分步。我让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，我放你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赶路。啥？叫妖怪掠去？对啊。莫非叫圣诞掠去？啊！土地公伯，土地公伯，啊！你知影讲阮师傅迄个圣婴大王掠去，你该有熟悉吼？当然嘛捌，这附近吼拢是伊的地盘啦，我当然嘛熟悉。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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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该有熟悉，就知伊住伫什么所在，拜托带来找伊，带来找伊哈。恁要找伊哦？有。好啦，报互恁知，看上济哦。好，为这条路吼，你就安尼直去，然后看到一个双车口，为倒弯，然后不看一个双车口，为正弯，恁就看一个洞口，顶头写3字“火魂洞”。哦，恁就会找到伊哦。说得很清楚，听得很模糊啊。我问一下，土地公伯，土地公伯啊！哪位啊？土地公伯啊！土地公伯，土地公！土地公伯啊！我看无，找无人。对不起，老李啊，这土地公吼真趣味哦，来无丢题，去无消息呢吼。大师兄，你嘛较拜托咧，土地公伯出来甲咱指点算袂歹啊，爱偷笑啊啦。偷食到7老8老啊，你讲毋茫讲伊甲咱斗阵咧对付个死狗囡仔哟，对唔对？哦，对啦，莫讲遐济啦，咱行吼。水啊，吼，就是这。哦，老李，囡仔吼上惊大人哈，咱请你加较慢，大声甲喊落去，安尼伊就乖乖一个师傅平安啦。哈，有你的。大水啊，咱有歹看。歹看，干。喂，干死囡仔！紧从厝放出来！啊若无，我就将恁遮吼人掠厝忝，鸡仔鸟掠到无半只。对，
人俩输掉，听这两个无半招。马上送贴吧去我的爹地甲妈咪，请因一定爱来食中心不赖的。是。等，后面有一个叫猪八戒的沙猪精，还佫一个叫沙精的人，讲要来遮找你讨因的师傅啦。猪八戒、沙精，哼，小好大胆！我甲你讲哦，乖乖将事紧放出来哦。要若无吼，我猪八戒这支电筒去到地吼，交空哦，到时吼，就互恁老伙老弟哦，叫，互恁老伙老弟哦。哎，你两个人真唱手哦。教师囡仔，你出来哦，上大好。乖乖将事放出来，要若无吼，我就替恁饲大人，甲你教死。对，我来甲你打屁屁。哎，凭恁两个也是要教死我，无够资格啦！啊，无够资格，好，你实在是哦七八半，唔知影死我哦。落嘞，嘿嘿，来人啦！哎，这种细摊啊，交互恁就好，拍赢唔想啊，拍输我就要打屁屁哦。是。斗算，小蛋来了，别让带，你走紧嘞。遐狗囡仔无上来，唔免走啊啦。不出来，好家在。哎呦，大师兄，你嘛拜托咧，啊，你这个大师兄做了，死头够两公的啦。较早孙悟空伫个时，伊咧做大师兄时哦，拢妖怪走咱族啦。啊，即摆你做大师兄，哦，换咱走妖怪族，哈。对不对？安怎？我做大师兄，你无满意哦？好啊，非得吼，大师兄我也无爱做，大家吼到遮切。切！大师兄，啊你哪安尼讲啦？无讲安尼，无要安怎讲？非得吼，咱师傅也无啊啦，咱两个吼到西方取经，也无啥物路用啊。归去啦，你转去你的流沙河，我转去我的猪哥窟咯，做我的山猪哦。吼，大师兄，迄人你讲吼，不到最后关头，绝不轻言放弃啊！不然呢，咱另外想办法来救师傅，吼。哪有啥物办法啦？请观音妈来救吼，观音妈也唔来啦。咱家己去救吼，含遐顾口的吼，拢拍袂赢，是要哪对付迄教师囡仔？咱会使请正港的大师兄，等下对付迄个教师囡仔。正港的大师兄，你是讲迄只破狗哦？我操，规场好好啊！大师兄，你甲想看嘛？是安怎个教师囡仔要等咱正港的大师兄走了后，才要掠咱师傅？嘿嘿，因就表示讲哦，迄个教师囡仔惊咱正港的大师兄，所以请咱正港的大师兄来吼，一定法度通对迄个教师囡仔，对不？安尼讲嘛是有理吼。好，这个任务哦，我来交代互你吼。你去花果山走一遭，将迄个破狗哦，叫转来。大师兄，安尼唔对咧，应该是你其他叫我去啦。为什么要我去？哎呦，大师兄，你也要听魂驾雾呢？我袂晓啊！你叫我用步练的步去到花果山哦，师傅早就用食到剩骨头尔啦。大师兄来嘛无效啊！哎呦，你也唔是唔知影讲，我甲迄只破狗吼，一向都袂合。即届吼，师傅将伊赶转去，我插嘴有分呢。若是我去花果山找伊吼，万一吼伊甲我变故笑，到时吼我有赚了支配嘛，无够互伊放。大师兄，莫安尼讲啦，莫安尼讲啦。你一向唔是拢真好讲话。你著看到大师兄的时阵哦，你著讲一寡好听话，另外甲学落的，伊尾嘴翘遐，你才想办法煽动哦大师兄来救师兄，对不对？这吼，紧的啦，紧的啦！若无师傅用这样哦，你请什么人来都无效啦，拜托啦，拜托！紧的啦，紧的啦，拜托的啦，紧的，紧的！我去，紧！哎呦，好佳哉，好佳哉！因为师傅要救，赞，嘿，有进步哦，有赏，赞。
头，啥代志哈？我伫后山好掠到伫遮山猪仔的。山猪精？嘿，伊是毋是叫这猪八戒？是啊，伊讲好你是伊的大叔兄，伊是要来找你的。哦，那将伊压力来，将伊压力来。是。阿姨吧。拜托姐，我是恁大王的师弟呢，安尼啦。大王，山猪仔阿你来。好，来起一下火哦，来烘一个山猪肉，配烧酒啦。稍等下，稍等下。大叔兄，我是你的师弟，你八戒呢？你咪是讲我已经叫师傅开除啊？我哪有讲啥物师弟啊？来香去！稍等下，你稍等下。大叔兄，安尼啦，你叫师傅哦，开除迄件代志哦，一定无准算啊啦。所以我即摆也是你的师弟啊。无准算，是安怎无准算？啊对，大叔兄，安尼啦，安尼白条的吼，我真歹讲话咧。哟，好啦。安尼是毋较好讲话？有啦。哎呦，你哦，为了较紧讲啊，有屁就快放。是，大叔兄是安尼啦。自从哦你走了哦，师傅对你足思念的呢，所以哦叫我来找你啊。叫你来找我？是要创啥？是找你转去哦，继续做伊的徒弟啊。我才不爱咧，唔知哦，若生意讲伊袂爽哦，我连真久做甲创治哦，安尼我毋是加衰？袂啦，你若转去哦，师傅袂搁再量迄个真久做吼，甲你修理啊啦。我袂见啦，我也是啊，老李喂，回锅山做位山大王较爽啦。大叔兄，啊你毋是就抓吼，讲要保护师傅去迄个西方，啊你哪会讲话无算话啦？嘿，讲话无算话，是东山庄家要赶我走的呢，哪会使怪我？啊师傅就去妖怪骗去啊，唔才会赶你走，你也袂当怪伊啊。无怪伊要怪啥啊？你拄仔讲师傅妖怪啊骗去啊哟？迄个妖怪都已经将师傅掠走啊，我当然嘛知影。啥？师傅叫妖怪掠走哦？大叔兄，我吼。是啊，你袂知啊？来到遮几半工，到即摆才讲师傅叫妖怪掠去啊？我都吼，打不低啦。到即摆我跟打不低，行啦，来去救师傅，较要紧啦。嘿。大叔啊，你装上来，老三，师傅是毋是就叫因掠来遮哈？嘿啊。哦。奇怪，那因内面拢无动无静，师傅是毋是叫因食去啊？无可能，绝对无可能啦！我看到迄个老公老婆吼，嘿，下贴啊，人家行出来，讲要请什么老大王，甲什么娘娘啊，因人还未到位，表示讲咱师傅吼平安无代志啦。哦。哼。老实囡仔，你紧将我师傅放出来哦！对，紧将我师傅放出来哦！对，紧将师傅放出来哦！你较生气的哈，等下顺续挂一寡吧，来做啥物啦？是头，唔好啊！我是啥物代志啦？第八届高山精带一高面的人，你来讨因师傅。高面的，敢讲死神破口？大王，今晚要安怎？哎呦，新办中心不老会较重要，莫插伊。是。大叔兄，咱花甲开半步，拢无人要插咱呢，袂输敢当做咱是小。来插咱，咱就会使准拄抓吗？大叔兄，以后我这去就好啊啦。哦，嘿嘿嘿，有力气。
叔啊，一声食啦，迄个红阿姨咧问遐安机关，咱要救师傅，这声就苦咯。哎呀，不要紧，不要紧啦。伊哦，遐安机关我有哦，孔明计。来，嘿嘿。你知影无？在。咱来转了。来走，来走。哎，你较清气的啦。是吧？阿龙啊，因啥拢走啊啦？因走就莫插你嘛。老大有教导。哈，我的弟弟来啊，去开门迎接。Lady。阿弥陀佛。老大有教导。Lady。乖。哼，大人骗囡仔，袂见笑啦。大家拢嘛是骗来骗去啊！你嘛骗我师傅啊，害我，互我师傅修理啦。迄是你师傅哦，头壳坏去啦，哪会用怪我？安尼敢对？迄囡仔骗大人吼，讲骂人读较歹。哎呀，莫猜伊啊啦！你紧将我的师傅放出来哦，若无我就拍你的屁屁哦！恁大人欺负囡仔，算啥物营养好汉啊？欺负你是安怎？好，你这只狗屎囡仔，是个都还袂当，都想要食人吧？好，本大圣今仔日无互你一顿粗饱，你是靠是阮师傅肉好食哟！哎呀！大叔啊，莫生气。囡仔，哈，莫遐搞怪啦，乖乖听阮大叔兄的话，紧甲阮师傅放出来。啊，若无吼，阮大叔兄迄支金毛房讲咧到底哦，卡针开花呢。哈！啊，好啦，兄恁就兄恁嘛，有啥物了不起啊？请。啊，多谢，哎，大叔，算你巧。送，狗屎囡仔！大叔兄，这狗屎囡仔吼，出头有够济，咱莫中计啊！嘿，哇！啊，代志不干呢？怎么办？再去找土地公问看啊！哦。动算。阿弥陀佛。东山庄，你莫那么念遐啦！你只破狗土地哦，已经互我烧到臭灰搭啦，无人会来救你啊啦！小朋友，我求你啦，你要食的人是我，你千万袂用伤害我的徒弟。你家己就要死啊呢！佮遐尔关心你的徒弟哦。师徒如父子，因三个袂输那我的囝同款，我当然嘛关心因。好啦，你若是莫来找我的麻烦，我就袂对你安怎。不过，你若是敢来掠，我就要甲因掠起来，做好烤山吃。小朋友，并真互你掠到，我的徒弟当然嘛来救我，这哪会用得怪伊？哼，唔怪是要干啥啊？敢要怪我？无安尼啦，并真甲你做一个君子的协定。我的徒弟若是来救我不但无要对因走，而且阁要将因赶走。但是你嘛袂用去伤害因，安尼好无？有道理哦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啊，不过你袂用骗我哦。拜请，土地公你就紧出来，互我吃。拜请，土地公你就紧出来，互我吃。拜请，土地公你就快紧出来，我有代志要请教土地公。喂，死肥猪啊！你是请有也是请无哈？哪会请遮尔啊久拢也袂来哈？好啊，我搁试一遍啦吼。拜请，土地公你出来，互我吃。拜请，有代志要请教。莫念啊啦，安怎念啊？拢是这句啦。你到底是会晓请袂？大叔兄，土地公伯吼，可能伫咧困中昼，无听到我伫咧叫伊啦吼。困中昼，嘿，若是咧困中昼，就是要安尼请。
出来，出来！哎呦，地当啊，俺紧酸哦，哎呦！你敢动嘞？哎呦，少年啊，爱命哦紧酸哦，即马地当啊啦！哎呀，免紧张啦，我咧叫你啦。对啦对啦，好你讲白啊，拄则是阮大师兄用金光棒讲土下叫你出来啦，毋是真正地当啦。啥？恁这少年啊，有够夭寿的哈！地当这种代志，我摕在讲生笑。啊你，谁叫你不爱出来？你若是搁不爱出来哦，我就将你的土地公庙讲到脆高高，比真正地当搁较严重啦。是无情的命运来